這是咱做伙來同心祈禱。聽阮的天父上帝，你是人民人的主，懇求你聖神幫咱扶持，我們在禮拜中間，願上帝你聖神引帶帶領，我們當專心領受上帝話，阮注意聽，願意行，在阮的生命中間照主你的旨意。主，阮同心祈禱，在你面前，乃是奉靠主耶穌聖主名求，阿們。可能咱真知影有看到人講媽祖出巡啊，有看到這新聞無？吼，真知影我逐工看新聞，拍開電視，在報上這條就是媽祖出巡啊，全台灣燒媽祖，啊，你有燒無？無啊，我看到要起笑。在咱的台灣民間信仰中間是深深影響台灣的。咱講後一個月是啥物節？啊，幾啊節？人講是講，大家攏講今日拜鬼，無啦，今日是禮拜拜上帝，無咧拜鬼啊。咱是敬拜上帝人吼。但是，咱對着咱的舊日之親，咱的親戚朋友，因為在拜拜，你有負擔，伊傳互因無？也是講，你有對這民間信仰，咱要怎樣來了解？真濟人吼講啊，牧師啊，啊，着民間信仰甲有無關係啊？我着信耶穌的人啊，啊，這甲有啥物關係咧？但是我認為講，咱基督徒愛對着民間信仰有一寡了解。後一個月，人講就是7月半，就是人講哦，有人咧祭拜這孤魂野鬼啊，毋是祭拜好兄弟咧，是嗎？伊是你的好兄弟嗎？應該毋是吧？那民間信仰中間有真濟捆綁的所在，所拜神毋是真正神，但是咱的舊日之親，咱的同胞，咱的朋友，攏是拜這物件。咱基督徒愛了解這種的代誌。咱來看，拄所讀經文中間，詩篇115篇第1節到第3節，伊講：上主啊，榮光只有歸乎你，只有歸乎你，因為你的慈愛甲信實，願榮光歸乎你。你若要互外邦人講，因的上帝佇叨落？阮的上帝佇天頂，照伊的旨意做代志。咱所相信的上帝，甲其他神明無共款。咱的上帝是照着伊的旨意來做代志。民間信仰的神是有拜有保庇，有靈城。哦，這個神哦，拜伊有好處，所以呢，繼續拜。那拜一仙無效，就換一仙，敢毋是？這是民間信仰，拜假神，受到假神的歹影響。大概看到這民間信仰，咱就受到台灣人真正有這戇嗎？若是無效，絕對袂去拜。台灣人就是真巧，咱的祖先嘛真巧，看到拜這無效就換一仙啊。但是咱的天父上帝毋是這款的神，伊是公義的上帝、信實的上帝、憐憫人的上帝，伊會判斷好甲歹。民間的神敢有判斷好甲歹？我請問一下，黑道會拜什麼人？拜什麼神？關公，警察拜什麼神？嘛是關公。請問關公聽什麼人講？兩個攏聽。這種是神嗎？咱拜的好兄弟，咱用這拜的祭物來甲烏西，安尼是咱是咧運作這神明，求神明袂當清明大雨了亂到我厝內底。互公司家庭平安啊！你這好兄弟莫來，我摕物件互你食，你莫來阮兜，
互阮兜攏平安好勢，安尼就好。請問基督徒是拜什麼神？豬八戒，希望大家攏毋捌去過。但是你拜這種神，這是神嗎？咱的天父上帝是公義憐憫聖潔的上帝，毋是外邦人所看見的。上帝有伊的意思，照着真理來做代志。外邦的神明毋是安尼。咱來先了解，你所相信的神是倒一款的神。第二項，假神是人所造的，無氣力。拄仔咱所讀詩篇115篇第40到第70，伊講伊的偶像是人的手用銀用金所造的，因有喙袂講話，有目睭袂看見，有耳孔袂聽見，有鼻孔鼻袂着，還有咧有手袂提，有骹袂行，閣無用腦喉出聲。你有感覺奇怪？聖經安尼寫，偶像都無啥物氣力。咱的親戚朋友、舊約至親，攏佇遐拜這個物件。咱台灣人毋是足巧，還是講聖經寫毋對？這個偶像有氣力嗎？本來就是無氣力，無啥物能力，是人祭拜了後。人拜這款的假神，互魔鬼撒旦有機會入去這所謂偶像內面，真濟人會當欺騙別人，真濟一個假神來迷惑咱的百姓。所以偶像本來無氣力，但是人在祭拜，人甲侍奉，真濟某一方面的神啊。這款的神毋是真正的神。所以，這款神，你看，空間閣包陰，但是有氣力無？哪親像有氣力，哪親像無氣力？但是那邪靈、魔鬼、撒旦附佇這偶像頂頭，伊就真做有氣力的。第三項，真神無需要人來講的方法。咱來看撒母耳上卷第4章第30。就咱拄仔所讀經文中間，撒母耳第5章頭前第4章的所在。當以色列軍隊倒轉來迎來，因的長老講：是怎樣上主今日互咱殺死非利士人？咱來去示羅扛上主的約櫃來食，安尼伊佇咱的中間，為救咱脫離對敵的手。這則經文就寫講，迄當非利士人甲以色列人相殺，死去。因長老佇遐討論啊，哎喲，咱戰敗吼，一定是原因啦。不管什麼原因啦，將那上頂上主同在約櫃來甲趕過來，咱一定會贏。敢會贏？嘛是共款輸啊！你講這約櫃毋是上帝同在的上頂嗎？甲趕過來，那會無效。你去看聖經也安那寫，迄當時講以利兩個囝，甲這軍隊做伙來甲非利士人相殺。其實以色列百姓甲以利兩個囝攏無做好代志。上帝太會甲因同在，就算你甲約櫃趕去，嘛無效。所以，猶原或者非利士人所戰敗。所以有當時咱看到真濟人，看到這在扛這神轎，這媽祖出巡，敢若真厲害。這是因的神明。咱的上帝毋是這款的上帝哦。咱來看撒母耳上卷第5章第30，伊講隔日透早。亞述陀人起來，看到大棍倒佇上主約櫃頭前，面趴佇塗骹，就將大棍擱踩起來，
伊的原位，佫裁起來放原位啊，這是什麼意思？是非利士人去搬叮當的嗎？為什麼大袞這個神假神倒佇約櫃頭前？什麼人去搬？迄足重的呢？你搬袂叮當的，是上帝家己所做一切，毋是人所做啊！啊，無人看到，大袞這個假神就拍敗佇約櫃頭前，表示安怎？上帝權柄超過這個假神啊！上帝無需要你來證明我是上帝，上帝無需要咱基督徒證明上帝就是上帝，因為上帝家己要證明我是唯一的主宰，你所侍奉的上帝。以色列百姓扛這約櫃，代表上帝同在，但是上帝無甲因同在。約櫃到佇遮對峙的所在，對佇的廟的所在，大袞這假神的邊啊，但是大袞是拍敗佇上帝面前，無人去搬，上帝自然證明伊才是真正的真神。佇咱民間信仰可能有一寡困難，可能一寡神業技術，迄毋是真正的神業技術。迄是魔鬼撒旦的作為啊！咱來了解，咱所侍奉的上帝才是真正的上帝。有當時你咧甲人傳福音的時，你們唔免甲人辯論啊！我的神是真神，你的是假。互上帝證明伊是真正的真神上帝。以賽亞書第46章第1節到第2節。講比勒拍落去啊，尼波拍落去啊，這個巴比倫的神明下佇遭受甲真死的腳車邊，恁得講這個偶像，誠做亞神的真死的重擔，因已經攏跪落去，拍落去，我都救家己的。顛倒互敵人搶去做戰利品，你得講這巴比倫所拜這假神，愛人講啊，因我都救因家己。世界的假神嘛，哪親像以賽亞先知所講的，這個攏無厲害，這個攏無效。只有上帝是真正上帝，這個假神要誠做這真神的重擔，嘛要誠做人的重擔。咱的百姓所拜的這個媽祖，伊講的媽祖要誠做因未來的重擔。咱的上帝是真正的上帝，但是咱的生命中間，有當時咱講約櫃的時，哪親像將約櫃當作神明啊？佇咱的生命，佇咱的教會中間，有將什麼款的約櫃，誠做咱的神明嗎？伊毋是咱真正的上帝。這是什麼所在？你知？這屏東的所在，天主堂啊，伊毋是迎媽祖的，伊是帶這瑪利亞遊行的。我想講這基督教嗎？毋是天主教。這款的代志，伊嘛是跟瑪利亞四界行，放炮啊，弄鼓啊，這是對的信仰嗎？應該毋是吧？佇咱的教會，佇你的家庭，佇咱的生命中間，有這個假神。佇咱的生命中間影響咱的生命嘛？講哦，這真好啊，甲文化同款啊，這就是學台灣人的文化嘛。啊，這文化哪有要緊？大家來學嘛，文化真重要。感謝安尼，文化甲信仰有一條界線，咱袂得超過這條界線。
你我的信仰，上帝啊，咱稱做聖潔公義的神的子民啊，有一條界線你袂當超過。文化，台灣的人文化嘛真好的所在，但是毋是講每一人每一項攏是對的哦。你家族中間有一寡習慣無？攏是對的嗎？你信仰中間有啥物要反省的所在？按上帝信心啟示咱所講的是約櫃，還是講咱敬拜的是真神啊？你拜的是約櫃嗎？你有上帝同在嗎？你有行佇上帝所指示你的路嗎？真神贏過世間一切假的神啊！撒母耳記上卷第5章第4節講：過日透早，因起來，看到大袞，佮倒佇上主約櫃的面前，面趴佇塗骹，頭殼甲兩支手掌攏斷去，只有剩大袞的身軀，無人去叮當。不利斯人嘛無去叮當，但是呢，大袞本來踩起來，肯定原位，佮倒佇遐，佮一擺證明上帝贏過世間假的神明。你我所拜的神，毋是民間信仰的神，毋是會當操作的神。咱都必須要領受上帝話，照着上帝的旨意來行。你看，佇第六節所在講，上主的手重重拍這亞述土人，甲四周的人民，互因生毒瘡，閣互因驚，所以因驚。哇！以色列人所拜神，這是真正的真神啊！因已經回息咧，想辦法將這約櫃還回去，有無？你若真正有看聖經，你就了解我講的意思。所以佇咱信仰中間，你我相信的神是國外國真的神啊！但是咱這代咱經驗到，第2代、第3代、第4代，攏有經驗到，咱的上帝是唯一的神嗎？你怎樣證明？你當了解？你當分享嗎？我最近看一本冊，是王武昌牧師所寫的冊。這套冊用本土化福音這系統中間有一本冊叫《受驚祈禱教會權柄》。92大地震的時啊，中寮所在有一個人死去。有一個重機，細彈的重機啊，或者地甲骹震起來，骨頭碎去，雙骹攏震起來，大腿的骨頭震起來，雙骹袂當行路。這重機哦，真奇妙哦！伊按時啊民望着一群人來甲伊探訪，甲伊傳福音。過了幾工了後，真正福音隊的人來到因兜，甲伊傳福音啊！伊講：哇，甲我夢中所看的人，這群人攏同款的，面攏同款，伊真着驚。伊講啊，你講按時啊，伊會員講：若是你把我醫治好，互我行按時啊好困，我就相信耶穌。福音隊的人為祈禱啊。其實伊無講出來，心內底佇遐想啦。好啊，你甲我祈禱，我若好，我來信耶穌。講按時啊，福音隊為遐祈禱了後，真奇妙的代志發生。伊無需要伊太太扶伊去便所，身體愈來愈勇，按時啊好困。早起每一工哦，伊就感受到天使甲伊掠伊的骹。按摩咧，抓骹，每一工哦，一禮拜了，馬上就好。迄
迄醫生講：哇，你啊好遮緊，馬上會當去上班。哇，這是什麼人的作為？上帝超過世間一切的假神。真奇妙代志，第二項代志發生啊！伊咧公廟內底做當機嘛，伊一個朋友說了的嘛是當機啊，30幾檔的鬼攏走去，這細單的當機，身體、靈魂體攏得到醫治透棒，鬼攏30幾檔的鬼哦，地條條攏走去細了的這個當機頂頭，哇，話細了的身體無好，袂食袂困，王牧師甲問啦，啊，恁遮做當機的，毋是攏會曉趕鬼？啊！你身體鬼，你也袂當家己趕。迄細了的當機講，迄開始是神。伊講哦，阮當機在趕鬼是大鬼趕小鬼，互你暫時拄着好，愛付救大家呢。伊講吼，迄乃是生命，附佇我身上的時候，我嘛毋知是啥。迄敢若羅馬甲我操作，叫我摕刀安尼撲一個，做我無想要做的代志，我真痛苦呢。你就講，伊講做當機真衰，你知影？伊是無家己意願要做這個代志的，是所有的假神生命附佇伊的性命中間，甲伊操作。後來伊嘛是擋袂牢，請教會。為伊祈禱，兄弟姊妹為伊祈禱，真正，伊祈禱了後，伊甲伊太太，伊得到完全醫好，這邪靈、這污穢垃圾的攏出去，所以伊甲伊太太攏來信耶穌。伊咱台灣是民間信仰真濟的所在。你要怎樣了解這民間信仰？不妨咱來看這冊，這冊吼非常薄啦。這套冊只有6本，攏非常薄。你看了後就知影要怎樣了解民間信仰，甲因對話。所以對着民間信仰甲其他宗教，咱態度是安怎？頭一項，你愛明白，這是一個屬靈的爭戰。這個屬靈的爭戰，毋是講上帝徛佇遮，魔鬼撒旦佇遮，演來演去，遊來遊去，毋是啊，是上帝已經戰贏。這個屬靈爭戰是上帝已經贏，但是呢，一定勝利。但是上帝邀請你甲我來參與這屬靈的爭戰，成做伊的奴僕。加做伊的軍隊來互上帝來使用，毋是演來演去，上帝一定會贏。但是你別人講牧師啊，咱尊重別人的文化，這是咱台灣人的文化，這是阮親戚朋友因就是對祖先到即滿都安尼啦，袂當甲人黑白講啦，這是愛尊重。你看迄媽祖出巡哦。你會為伊祈禱無？你也認為這只是文化，你袂為因祈禱？我看到一寡宣教師、一寡教會為着這出巡在行小媽祖這群人為着因祈禱啊，求上帝改變，求上帝透白。你若想講這只是文化的一部分，攏無要緊，你會為因祈禱嗎？中元普渡的時，大家在拜，這是咱的文化嗎？這是對的嗎？文化中間嘛有好，嘛有歹的所在。你還知影，這是一個屬靈的爭戰。耶穌邀請你，邀請我，成做你的朋友好的幫贊。你要將福音傳給伊啊，互伊無受到魔鬼撒旦的捆綁。互伊真正有平安甲喜樂。但是第二項，你也想理解對方的背景甲想法。在民間信仰中間，
咱愛了解為什麼安尼做。你基督徒毋通想講，哦，阮基督徒偌高尚誒，你信才會迷信啊！啊，唔愛，阮這基督教這是非常科學誒一個宗教。啊，你看袂起因吼，你就毋免甲伊傳啊。你必須愛了解別人在想啥貨，伊誒信仰誒背景是怎樣，你才有都會當有宗教頂頭誒對話啊。講啊，牧師啊，你講這跟我無關係，因為你無在傳福音啊。你為什麼會想要去了解民間信仰？毋是講咱要做研究呢，是為着咱要傳福音。第三項，用祈禱來拍開屬靈的門。你若有心要傳福音，有一項真重要，你必須愛祈禱開始。頂個月底，我帶我的拍乒乓的朋友，爸仔囝信耶穌。哦，我非常歡喜快樂，因為伊嘛是客人。我了解這個家庭，了解因的需要，我用因來傳福音。就這貴賓室迄個所在，哇，非常歡喜。但是剛開始，我是對祈禱開始，為着因全家來祈禱。懇求上帝引帶帶領，拍開因硬的心，互因柔軟，了解因屬靈頂頭的需要，家庭的困難，為着因來祈禱，為着因來祈禱，規日啊祈禱。我相信上帝會當做，咱人無得做。咱愛順服謙卑。願意服侍心來甲主做伙來同工。你知影九二大地震的時，真濟軍隊的這阿兵哥啊，愛搬屍體咧，搬到後壁攏困袂去。部隊這連頭啊，在這部隊攏無法度講啊，大家攏困袂去，驚到要死。互你逐工搬屍體，看你會驚袂？你總一聲當然袂驚啦。一般的這阿兵哥攏少年啊，搬屍體中間，逐工搬，才會驚到袂困的啊。嘛走來找教會王牧師這福音隊幫忙，為着因祈禱就好困啊。啊，新聞報紙嘛有刊啊，講你知影，伊為着這群有需要人來祈禱，而且。有人在議論啊，無信主的人講，伊是寫收驚嘛，對無？但是有兩字毋通袂記哦。伊講免費收驚，但是呢，伊咧食飯時聽到迄趣味頭尾佇遐講，吼，這基督教真雄呢，連這收驚生理嘛要手去做。伊講無啦，阮是免費收驚啦。當因咧祈禱的中間。開始改變，上帝做工佇即群有需要人的中間，人會當做會到無法度。若毋是上帝的面，若毋是基督開始，人的生命袂轉變。第四項，用關懷見證來分享。你要帶人信耶穌，你是代表主耶穌來到因的生命中間恩一團。你有帶着上帝的靈命甲聽無？還是講你在講一個真水的道理、福音的道理，但是無穩定甲聽？所以呢，牧師來鼓勵咱每一個傳福音的人，咱用關懷、用見證來分享咱所信救主是怎樣福音的道理。當咱向別人傳福音的時，咱代表主耶穌來到每一個失喪的靈魂的生命中間，向因講話。你家己信主的見證，也是講媒體中間有真濟人信耶穌的見證，照着因的需要，互因看，互因聽，因的心會柔軟。
上山尾，無需要提起講，一個人決志信耶穌了後，上介重要是邀請伊去小組。為什麼？因為來禮拜吼，聽無牧師咧講啥，什麼是撒母耳啊？什麼是以賽亞？都唔知影，所以邀請伊先來小組，會當討論，會當分享，會當幫助伊的靈命成長。無伊到佇禮拜堂中間要小等，要奉獻唔知，要摕落去啊摕起來，真困擾啊！所以吼，你若帶一個人決志信耶穌，引帶伊來到小組，甲因栽培，幫助伊生命不斷地成長。你若有心要傳福音，咱愛對民間信仰有了解。我看到真濟學者對着民間信仰研究甲非常徹底，調查非常清楚，歷史啦、什麼緣故啦、什麼調查非常清楚。啊，問伊講，你有捌傳過福音無？無。但是王武昌牧師對着民間信仰有了解，但是伊嘛願意時常傳福音啊。今年9月19號，邀請伊來到教會分享，來講見證，歡迎兄弟姊妹來聽。你也了對這個民間信仰有了解啊？你要讓人傳福音，你若無了解對方所想的代志，是要怎傳，是要怎對話咧？你講你的，我講我的，願上帝信心提起咱，幫助咱更新阮的生命，咱做伙來同心祈禱。親愛的天父上帝，願懇求你拯救阮台灣同胞，阮的骨肉至親，因受到黑暗的關係來欺騙，毋捌你，無了解你。你是天頂的主宰，唯一的救主。願懇求你拍破一切魔鬼撒旦的計劃，予因有機會聽到福音、明白真理、相信耶穌軍隊主。尤其是在台灣這個土地，充滿着偶像的崇拜甲民間信仰，甚至有人利用宗教信仰來影響別人，欺騙信徒，騙人錢財，予人陷入在無限的痛苦的中間。主啊，求你憐憫阮的百姓，予主你的真理遍滿全台灣，予人的心會當轉變，人的心改變。懇求天父上帝嘛，守護上蓮教會每一個兄弟姊妹有這款的傳福音的使命。今年阮的目標就是講承先啟後，福音廣傳。願上帝你使用阮的生命，成做阮的親情朋友、骨肉至親好的幫助，予因脫離這黑暗，入去上帝光明的國度內面。主，阮同心祈禱。來，上靠主耶穌聖子名求，阿門。